遐家人今仔早起有一个阿伯去庙会拜拜，哪会知影讲哦，伊甲炮啊藏伫咧身躯，甲炮啊点好倒，转甲腹肚嘣嘣破。虽然讲有紧急送病院甲抢救，毋过伤势上过头严重，今仔下晡1点外宣告即个阿伯死亡。现场有封锁线，警方咧了解采证，看到民众讲代志发生的经过，也是真惊吓。伊家己引落去，才倒起来，我用安那倒起来，砰哈！所以他身上绑那个鞭炮就对了。对。23早起8点左右，家人调好街即间公庙，一个88岁姓汤的老先生到庙里拜拜。警方表示，老先生好亲像点到藏伫腹肚的玻璃物，马上倒伫涂骹哀叫，边仔民众看到赶紧通报警消。啊，毋过爆炸力头伤过强，腹肚的空喙严重，腹内流出来，送到中警病院，到院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，抢救了后医院救无转来。年约70、80岁的老人家啊，倒卧在血泊中，脏器外露啊。以前都跌到过，就怕了，然后就把那摩托车卖掉，说不要骑了。是现在年纪大，比较退化了，但是也有时候会在这边聊一下天的。警方也追查到姓汤的老先生事发进前捌到这间香店，好亲像是买炮啊。附近居民表示，伊进前是掠鱼的，知影家己做简单的炸药，这2年来拢是家一个人大，身体状况无好，进前佫因为跋倒歹行路，影响到心情。啊，毋过也是伫附近找人开讲，确实原因甲玻璃物的成分，医院爱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